澳門賭業面臨崩潰，除咗有賭廳連環結業被苦主追數之外，不景氣亦都反映喺細節上面，包括係唔再免費提供茶水。以前賭場為留客人，除咗有免費飲品，葡京甚至會提供叉燒飯俾客人。不過喺新葡京賭場，早2個星期就停止提供免費茶水俾冇賭錢嘅客人。可唔可以俾啲水我哋？水啊，你喺邊度水嚟？我呢度貴賓台嚟。唔係，依家冇免費嘅水。啊，而家冇咗啦？係啊。幾時開始啊？早2日啊？下面都冇。係啊。全部。即係我係坐低玩先可以俾錢賭錢，真係擺低個籌碼。要飲嘢唯有要自己磅水啦。不過仲有一啲賭場係提供免費飲品嘅，而廳主透露，澳博亦都向部分廳開刀，詳列客人同員工嘅食物收費表，咖啡一杯成為60蚊，賭客唔使俾錢，但係廳主就要負責找數。